的主，我们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祷告，求主你就亲自的来垂听。我来到你宝座，献上我的祷告，在这宁静时刻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，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。在这安静时刻，你聆听我呼求，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。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，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。主啊，你是我全然信靠。耶和华，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。我来到你宝座，献上我的祷告，在这宁静时刻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在你。在这安静时刻，你聆听我，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。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，你使我心，使我安然居住。这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为今天牧师的正道来献上祷告。求主透过牧师的口再次提醒我们，生命当中所要领受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为着教会的每一位领袖来祷告，不论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团契的小组长、区长，或者是我们的服事团的同工、团长，献上祷告。也为着教会的事工献上祷告，不管是小组的生活、幸福小组对外的推动、门训的课程、中保代祷等等对内的服事，或者是小组 RPG 的生活，以及我们个人读经的生活，我们都献上祷告。最后，我们也为着富强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，求主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渴慕他的话语，不再只是喝奶的，乃是要领受更多属灵的灵粮。我们要更多的渴慕他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父神主啊，为着今天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祷告，求神透过他的口再次来触摸我们。我们为着教会的每一位领袖来，教会领袖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带领他们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够继续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。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献上祷告，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，让我们更多的来领受你。主啊，让我们不管是在对外的服事、幸福小组的推动，或者是对内门训的课程话语，更多的渴慕你的领受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追求你，更多的追寻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，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。主啊，你是我全然扬起脸，求你扬起中，求主亲自的降临在这世界，也为着台湾祷告。我们知道台湾的基督徒非常的少，求主在新的一年，透过我们来兴起台湾众教会，让更多人来认识他。也为着台南来祷告。我们知道台南的庙是全台湾最多的，但是主要透过富强教会，透过弟兄姐妹来祝福台南这块土地，要在新的一年使用我们的生命来拣选更多的人来成为他的同工，成为他的精兵。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身边家人以及朋友来祷告，特别是心灵、身体有负担、有软弱、有病痛的，求主亲自的来降临，亲自的来医治，亲自的来让他们经历生命当中美好的神迹、美好的见证。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为这世界的平安来祷告。我们知道这世界许多的征战，许多的不公义，许多的纷扰。这个世界当中，主啊，求主你的怜悯，你的公义降临在这个地上。主啊，为着台湾来祷告，求主你使我们成为台湾的祝福，求你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来被你所使用。为着台南这块土地来祷告，求主你亲自的来降临，使众教会能够合一，一同的来为主你的福音做美好的征战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身边当中的每位家人朋友，特别心灵、身体有病痛的献上祷告。主啊，
求你亲自医治他们，亲自的来使他们经历到主你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到你的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求你亲自垂听。你宝座，献上我的祷告，在这宁静时刻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，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。在这安静时刻，你聆听我呼求，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，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。主啊，你是我全然信靠，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求你扬起脸光照我们的心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，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。主啊，你是我全然信靠，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，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，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哈利路亚！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行神事的神吗？阿们。你们相信新的一年，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行美好的事吗？阿们。没有错，我们的神是行美好事的神。新的一年，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美好的事。让我们一起来拍手。当我在惊涛骇浪中，不会沉默，有你牵我。我感到，我知你永远不放手。就算我失落到一无所有，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。哈利路亚！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，你开道路就在旷野中，什么你爱都能胜过。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。就算在死荫幽谷中，在我前面你牵着我，因我知你都不会走，不怕因你爱环绕我。就算我失落到一无所有，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。耶！哈利路亚！哇！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。是的，主，你开道路，你开道路就在旷野中，什么你爱都能胜过。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。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。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。你开道路
就在旷野中，什么你爱都能胜过。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。一起来宣告。最黑暗的夜，你在我身边，你的心是不变，恐惧和疑惑都在你手中，靠着你我胜过，我只靠着你我胜过，在你手中，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。哈利路亚！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。你开道路，就在旷野中我成就。再次宣告主，你开道路。你开道路，就在旷野中，什么你爱都能胜过。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一起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最伟大的神。耶！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，你是行奇妙作为的主。主啊，诸天要述说你的荣耀作为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名，我们要尊崇你的名，大声的开口来赞美你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众常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珠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神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众常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珠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来赞美他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神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神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
来宣告。你说话，命里就灵；你吹气，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！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！主啊，你说话，你说话，命里就灵；你吹气，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！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！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神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。